查理·蒙格。當 VIX 突破42，只有3種人能活下來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當市場陷入極度恐慌的時候，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從容應對，甚至全能賺錢，而大多數人卻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資產縮水？查理·蒙格曾經說過一句話：當 VIX 突破42的時候，市場上只有3種人能夠活下來。那麼這3種人到底是誰呢？怎麼是 VIX？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？好，我們先嚟聊聊 VIX 到底是什麼。很多人可能聽說過這個詞，但不太清楚它的真正含義。VIX 其實是一個恐慌指數，全稱叫做波動率指數。簡單來說，它就像是市場情緒的溫度計，能夠測量出投資者到底有多害怕。當 VIX 的數字越高，就代表市場越不穩定，投資者越恐慌。平時的時候， VIX 大概在15到20之間徘徊，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狀態。但是當它突破30的時候，市場就已經開始有點緊張了。而當 VIX 飆升到42甚至更高的時候，那就意味着市場進入了極度恐慌的狀態。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常見，但每次出現都會讓無數投資者損失慘重。我們來看幾個真實的例子。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， VIX 一度飆升到89，那是一個讓人難以想象的數字。2020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， VIX 也衝到了82。這些時刻，市場就像過山車一樣瘋狂下跌，很多人一夜之間財富蒸發。所以當查理·蒙格提到 VIX 突破42這個數字的時候，他說的其實就是那種市場極度混亂，大多數人都在驚慌失措的時刻。查理·蒙格是誰？他為什麼這麼厲害？現在我們來聊聊查理·蒙格這個人。如果你對投資有一點了解，你肯定聽說過沃倫·巴菲特，那個被稱為股神的人。而查理·蒙格就是巴菲特最重要的合作夥伴，也是他一生的好友。很多人說，沒有蒙格，就沒有今天的巴菲特。蒙格這個人真的非常特別，他不僅僅是一個投資大師，算是一個智者，一個哲學家。他讀過的書比大多數人一輩子讀的都多，他的使用方式獨特而深刻。蒙格和巴菲特一起管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超過50年，把他從一個快要倒閉的紡織銀變成了全球最成功的投資公司之一。蒙格的投資哲學很簡單，但是做起來卻非常難。他總是說，投資最重要的不是賺了多少錢，而是不要虧錢。他傳有一句名言：要想知道我會死在哪裡，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個地方。這聽起來有點奇怪，但其實說的就是要學會避開風險，而不是追逐機會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，蒙格經歷過無數次市場崩盤。他演過1973到1974年的股市大跌，演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，演過2000年的科技泡沫，也演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。每一次危機，他都能夠冷靜應對，甚至全能在危機中找到機會。所以當他說只有3種人能在 VIX 突破42的時候活下來，這不是隨便說說的，而是基於幾十年血淋淋的市場經驗總列出來的智慧。第一種人，長期投資者。好，現在我們來揭曉第一種能夠活下來的人，那就是真正的長期投資者。注意，這裡說的是真正的長期投資者。不是那種嘴上說長期，但是長一跌就慌張拋售的人。真正的長期投資者有一個核心特點，那就是他們從來不關心短期的市場波動。VIX 漲到42也好，漲到100也好，他們根本不在乎。為什麼？
因為他們投資的不是股票代碼，不是圖表上跳動的數字，而是真正優秀的公司。我們來舉個例子，假設你在2008年金融危機最恐怖的時候買入了可口可樂的股票，當時 VIX 飆升，市場一片哀嚎，很多人都在瘋狂拋售。但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長期投資者，你會想怎麼？你會想可口可樂這家公司會因為金融危機而倒閉嗎？全世界的人會因為經濟不好就不喝可樂了嗎？當然不會。所以你不但不會賣，可能船會賣更多。事實證明，那些在危機中堅守甚至加倉的人，後來都賺得盆滿缽滿。可口可樂的股票在危機後幾年裡翻了好幾倍，這就是長期投資者的力量。他們不是不知道市場在恐慌，他們只是知道恐慌總會過去，而好的公司會一直好下去。蒙格自己就是這種投資者的典範。他曾經說過，他持有一些股票已經超過30年，而且他根本不記得上次查看股價是怎麼時候。這不是裝酷，而是一種境界。當你真正理解了一家公司的價值，你就不會被市場的噪音干擾。但是要成為這種人真的很難，大多數人根本做不到。當他們看到自己的賬戶每天都在虧損，當他們聽到周圍所有人都在說市場要崩盤了，當新聞上全是呸消息的時候，他們的信念就會動搖。這也是為怎麼真正的長期投資者這麼少的原因。第二種人，手握現金的獵人。第二種能夠活下來的人，蒙格稱他們為手握現金的獵人。這些人真的非常聰明，他們在市場好的時候保持謹慎，不會被貪婪沖昏頭腦，反而會慢慢積累現金。然後當市場崩盤，VIX 飆升到42的時候，他們就像獵人一樣出動了。我們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市場恐慌的時候，很多好公司的股票會被錯殺。怎麼叫錯殺？就是這些公司本身經營得很好，有穩定的盈利，有強大的競爭力，但就是因為市場整體恐慌，他們的股價也跟着暴跌。這個時候就是撿便宜貨的最佳時機。巴菲特有句名言，別人恐慌時我貪婪，別人貪婪時我恐慌。這句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但手握現金的獵人就能做到。他們不會在牛市的高點去追高，因為他們知道風險太大。他們寧願錯過一些機會，也要保持足夠的現金儲備，等待真正的機會到來。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。當時伯克希爾、哈撒韋公司手上有大量現金，當市場崩盤的時候，巴菲特和蒙格就開始大舉收購。他們買入了高盛、通用電氣等公司的股票，全投資了很多其他被低估的資產。幾年之後，這些投資給他們帶來了巨額回報。但這裡有個關鍵點，那就是你必須在危機來臨之前就準備好現金。如果你在牛市的時候把所有錢都投進去了，那麼當熊市來臨的時候，你不但沒有錢去抄底，可能船要被迫割肉止損。這就是為什麼蒙格總是強調，投資不僅僅是關於賺錢，更是關於管理風險和保持靈活性。手握現金的獵人船有一個特點，那就是他們有足夠的耐心。他們不會因為市場跌了20%就覺得便宜了，然後急着進場。他們會等到市場真正跌到谷底，等到所有人都絕望的時候，他們才會出手。這需要極強的心理素質和判斷力。第三種人，不參與遊戲的旁觀者。
最後一種能夠活下來的人，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，那就是根本不參與這場遊戲的人。引起來有點諷刺，對不對？但這確實是一個事實。這些人可能把大部分資產放在了非常穩健的地方，比如國債、定期存款，或者是一些穩定收益的資產。他們不追求高回報，也不想承受高風險。當市場瘋漲的時候，他們可能會覺得有點遺憾，覺得自己錯過了賺錢的機會。但是當市場崩盤的時候，他們卻能夠安然無恙。蒙格曾經說過，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裡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對股市不了解，如果你沒有時間研究公司，如果你受不了大幅波動，那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玩這個遊戲。這不是懦弱，而是智慧。很多人進入股市，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他們聽朋友說某隻股票潰漲，就跟着買；他們看新聞說市場很好，就把所有積蓄投進去。結果呢？市場一調整，他們就慌了，然後再追低點割肉離場。這樣的人不是投資者，而是賭徒。不參與遊戲的旁觀者雖然不會在牛市中賺大錢，但他們也不會在熊市中損失慘重。從長期來看，他們的生活質量可能比那些頻繁進出市場、情緒起伏不定的人要好得多。畢竟，投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如果投資讓你夜不能寐，讓你焦慮不安，那船不如不投。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活不下來？說完了能夠活下來的三種人，我們來聊聊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活不下來。這個話題可能有點殘酷，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。大多數人在市場好的時候過度自信，在市場不好的時候又過度恐慌。他們追漲殺跌，頻繁交易，結果每次都在最高點買入，在最低點湧出。這不是他們笨，而是人性使然。人的大腦天生就不適合做投資。我們的祖先在野外生存的時候，需要快速反應，看到危險就立刻逃跑。這種本能在現代社區依然存在。所以當我們看到股市暴跌，看到賬戶虧損，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恐慌，就是想要逃離。但股市和野外不一樣，在股市裡，恐慌往往會讓你做出最糟糕的決定。存有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自己的投資策略。他們今天引專家說要買科技股，就去買科技股。明天聽新聞說經濟要衰退了，就趕緊全部拋售。他們就像無頭蒼蠅一樣，在市場裡亂撞，最後撞得頭破血流。蒙格總是說，投資最重要的不是智商，而是情緒控制能力。一個智商130的人，如果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，佢比一個智商150但情緒失控的人做得好得多。這就是為什麼市場上那些最聰明的人，不一定是賺錢最多的人。我們能從蒙格身上學到什麼？好，說了這麼多，我們到底能從查理·蒙格身上學到什麼呢？首先，我們要學會長期思考，不要被短期的波動所影響，要把眼光放遠。如果你買的是好公司，那就耐心持有，時間會給你答案。其次，我們要學會管理風險，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進股市，要留一些現金作為後備，這樣當機會來臨的時候，你才有子彈可以打。第三，我們要誠實面對自己。如果你不適合投資股市，那就不要強迫自己，找到適合自己的理財方式。不要盲目跟風。最後，我們要不斷學習。蒙格活到99歲，學到99歲。他說自己每天都要讀書，每天都要思考。
這種求知慾和好奇心，才是他成功的真正秘訣。當 VIX 突破42的時候，市場會陷入極度混亂，大多數人會恐慌，會犯錯，會損失慘重。但如果你能成為那3種人中的一種，你不僅能夠活下來，全能在危機中找到機會。記住查理·蒙格的智慧。投資不是關於你有多聰明，而是關於你有多理性、有多自律、有多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。市場會一次又一次地考驗你，但只要你堅守原則，終究會得到回報。